由台南市议会甲市府共同合办母亲节感恩助飞情的活动，因为去年得到袂歹的回响，今年更加扩大办理，对4月23开始，将连续3个礼拜伫个议会广场来举办。除了街头艺人的表演，另外还有感恩音乐会、舞蹈表演等。议长甲市长欢迎民众踊跃参加。因为有广受好评，所以呢，我们去年办的活动呢，今年特别呢，和市政府共同再来呢，举办感恩的慈恩请的活动，从4月23日一连3周都有活动。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因为疫情的关系，除了得到市政府全力的配合支持以外，要感谢所有的演出团体呢，共襄盛举。那我们这次呢，配合了防疫的措施，全部都全程戴口罩，包括要脱口罩演唱者也会在呢当天呢配合市政府的规定快筛请民众来安心。我觉得这个整个活动获得了社会的回响很大，所以说我们今年决定在一起再办让这一系列的活动。那当然去年的节目跟今年的节目有点小更动，但是对于妈妈的这个崇敬之意都是一样的。那我想今年不管是我们林小倩老师还有我们从政基金会，还有李老师其实希望说今年的更多很多新的一个展演不管静态的或是动态的，都能够让我们许多好朋友一起来弘牧母亲的慈辉光环。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除了邀请主席中学、英灵高中、甲舞动生活舞蹈教室的人员出席，现场嘛有吉米曼陀林乐团的手风琴表演，为接续连续3礼拜的活动热情邀请，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